大家好，今日係3月21號星期五，港股咧就升咗一輪之後咧，琴日咧就跌咗可能係500點啦，咁今日咧其實都係牛皮，咁就喺24,000點嗰度徘徊啦。咁其實咧，我覺得港股咧係內熱外冷喎，因為我睇到咧近期咧嗰個港股咧，雖然話佢同舊年嗰個 pattern 咧就倒轉咗，即係話咧2024年咧大部分時間啦。咁都係咧，就升一兩日就跌足10日啊、20日啊，跟住就又好似即係一浪低於一浪啦。咁自從舊年嘅9月底，即係嗰個貨幣政策同埋財政刺激方案，即係但係講咗出嚟之後咧，抽升咗之後咧，跟住成交去到單日最高去過5000億啦，跟住落翻晒嚟，都攤凍咗咧，差唔多係有4-5個月。直至今年嘅2月農曆年之後咧。慢慢就煲翻熱佢啦，咁啲成交量咧就開始由咧600-700億啊、1000幾億啊，去到2000幾，咁而家平均咧今個星期咧，無論係升定跌咧，大約咧其實都維持翻喺3000億每一日嗰個水平啦。睇落咧又好似個氣氛幾好嘅，亦都好多人咧就講啊，呢次真係咧咩東升西降啊，卒之咧就唔使受到呢個外圍影響啦。美股跌咧，我哋都唔使跌，咁亦都係真係咧就睇到咧。係有啲資金入咗嚟嘅，咁我哋上兩輯都講過啦。呢啲資金暫時睇咧，都唔係美國或者歐洲嘅主力資金嚟嘅，都係咧就一啲我哋喺市場入邊之前閒置咗冇用到嘅，或者係由存款債券轉翻出嚟嘅，甚至乎咧就有啲咧可能係亞太區入邊啦，喺其他市場嗰度咧。佢哋減磅或者啲資金出咗嚟咧，又唔想喺個全球配置嗰度咧走翻去，可能係美國亦都唔係佢哋嗰個首選啦。咁就留翻喺度嘅時候咧，咁一睇落，咦，中國香港幾好喎。咁啲錢喺翻喺度，包括今年由年初到而家咧，有兩個比較係差啲嘅亞洲區市場咧，包括泰國啦、印尼啦。其實個跌幅咧都係比較明顯啲嘅。咁當然呢兩個地區都係有一啲叫政治經濟嘅一啲因素，令到啲金咧就可能就覺得佢哋個前景比較差。譬如好似印尼咁啦，因為新嘅呢個總統上場咧，咁就開始咧就佢就覺得佢要兌現佢競選承諾啦。包括就係全國實施呢個小學免費午餐啊，跟住咧又要咧就將一啲資金咧擺入去一個叫成立一個新嘅主權基金嗰度咧，咁最終咧就控制翻國內一啲大嘅一啲企業，包括煉油、石油啦，嗰個電信啦，一啲基建嗰啲，咁最終個規模咧就可能咧，如果佢做得成功嘅話咧，都接近差唔多成1000億美金嘅。咁啲人覺得，咦？你即係做完呢樣嘢之後，咁其實成個市場咧，基本上咧就嗰個財赤會比較高啲啦，亦都咧就呢個可能係造成佢哋經濟咧唔穩定嘅因素，咁所以咧就變咗啲外資就撤離，就睇淡咗印尼啦。咁泰國當然亦都係因為佢哋嗰個政治同埋經濟環境啦。咁呢啲錢咧，佢哋可能就維持翻整個亞洲區嘅配置咧。即係叫做低配咗呢個印尼、泰國，咁可能啲錢都要用嘅，咁就買翻多少少咧，可能係香港啊，或者係要中國嘅股票嚟到掟翻勻咧，嗰個整體亞洲區嗰個配置都冇變到啊，不過入邊咧就有啲唔同啦，即係嗰個成分。好啦，咁其實而家睇到咧就嗰個港股都仲係集中咗咧。一啲叫做科技啊、人工智能啊嗰個板塊，包括電動車啦，咁比亞迪出咗個業績好靚啦，咁亦都話咧就宣布咗咧，佢哋有啲咧就可能係差5分鐘咧就行400公里嘅，咁大家就覺得個前景幾好啦，咁就帶動咗佢一輪。不過咧，大家留意翻咧，個指數咧喺24,000附近咧升升跌跌咧，其實入邊啲板塊就不停咧就叫輪流接班係啦。咁今日咧見到咧就係啲去翻啲傳統嘅電信股啦。一啲煉油股啦、石油股啦、啲基建股啦，包括可能之前話嗰啲咩內部消費咧，咁就美的嗰啲咁，可能之前喺72、73升到上78，接近80蚊咧，今日又回翻晒落嚟啦。咁即係每隻咧，其實咧都係輪流上嘅。咁如果呢一批升咗一輪之後咧，咁可能又翻炒翻咧之前嗰啲啦，就可能係又到翻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嗰啲唞完氣之後再上，因為騰訊今個禮拜都公布業績，亦都係似樣同埋超過預期嘅。不過公布咗業績之後咧，個股價就回軟翻，即使個幅度唔大咧，似乎咧暫時咧佢都係即係冇動力再上啦。咁呢個咁樣叫輪流接莊頂上嗰個模式咧，
應該都係會繼續嘅。咁即係形成咗一個上落市。咁指數咧可能就橫行區間，咁唔會大跌。不過咧，亦都升唔到上去住。咁如果睇翻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你話真係一個叫做要大升咧，除咗而家主要係一啲資金推動之外咧，其實嗰個基本因素咧，其實都同今年年初或者舊年冇乜太大變化。除咗你出咗一個 DeepSeek，跟住咧就掀起咗嗰個人工智能個熱潮啦。跟住咧你見到啲科技板塊都似樣嘅，咁咧亦都咧就嗰個資金咧一波又一波咁樣就叫做咧就頂住咗，就好似維持到呢個升勢啦。不過外圍咧其實咧個對中國嘅壓力其實冇少到嘅。咁我今日睇過 Bloomberg 嗰個咧，咁啊其實咧就美國對於中國嘅企業咧其實夾得好緊嘅。咁包括最近咧就有一間喺山東省嘅一啲民營企業嘅煉油廠咧，咁就話佢咧就向伊朗咧就購買石油，而且仲用咗一啲咧俾美國禁制咗嘅運油輪咧，就運咗啲油翻去佢哋嗰個工廠嗰度生產，咁啊將呢間公司咧就列入咗嗰個即係叫制裁嘅名單啦。咁較早之前嘅一啲可能係嗰啲對於中國企業嘅一啲可能係科技啊嘅技術轉移咧，全部都有限制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仍然話美國即係一方面佢關稅一路喺度變化嘅時候咧，咁咧其實對於中國嚟講咧，其實嗰個壓力就冇細到嘅。咁所以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話要突圍而出咧，其實似乎外圍個環境咧又唔係好配合。咁因為始終而家都去到3月底啦，咁其實好快咧。去到4月嘅時候咧，咁4月2號又係一個分水嶺啦，就係話咧特朗普嘅第二輪關稅拖拉拉停下，又話咧，咁究竟佢4月2號真係實行嘅時候咧，同歐盟啦、加拿大啦、墨西哥啦，甚至乎咧就一啲亞洲區嘅時候咧，咁個情況係點咧？佢咪又再延遲，一定係真係硬橋硬馬真係去嘅時候咧，咁啲其他嘅一啲貿易夥伴嘅反制措施會唔會比較激烈啲啊？或者可能係失控咧？咁呢個都係而家嗰個市場嗰個即係一個 uncertainty。咁就變咗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股市其實要話喺呢現階段個水平咧，再大升咧，其實就我覺得係比較即係可能性唔係好高啦。咁再加上一啲就話包括長江賣咗呢個全球43個港口嗰單 deal 咧，都仍然喺度即係醖釀緊一啲變化。咁平台啲歌仔都唱啦，咩紅眼睛嬲嬲的看着李嘉誠咁啊，所以咧呢個咁樣嘅變化咧，令到咧之前因為覺得長和呢一個交易咧帶嚟好多收益嘅時候咧，咁啲股價其實都即係個升勢都其實好咗一半啦，甚至乎咧就打回原形啦。咁所以變咗呢個咁樣嘅變化咧，都會令到成個市場嗰個氣氛咧，好似咧就外弛內張咁咧。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市都係一個上落市，暫時就頂唔到上去嘅。咁就今個星期亦都係美國聯儲局就議息聲明啦，咁就亦一如嗰個市場預期啦，咁就冇加息即係冇減息啦，咁亦都咧維持翻咧全年咧個減息個次數都係2次。不過睇翻鮑威爾今次個言論咧，佢咧就做咗少少對沖嘅。因為之前咧就美國啲媒體就問特朗普咧，佢大力加關稅，即係同好多國家有呢個莫關稅戰嗰個糾紛咧，咁會唔會令到美國經濟咧因為通脹而再陷入呢個衰退或者通縮嗰度咧？咁佢就含糊其辭，就冇表示到啦。咁呢一次咧就唔知係咪大家有默契啦？咁鮑威爾就話咧，美國陷入呢個衰退嗰個可能性就唔大嘅，維持翻咧就係都有一個叫做美國經濟嘅底盤咧，都係比較 solid 嘅。咁亦都咧就話咧嗰個通脹係一個過渡性嘅，最終唔會導致一個惡性通脹。咁即係言下之意咧，聯儲局而家呢個叫做減息週期咧，都係會持續落去。只不過咧個減息嘅幅度個次數咧就 depend 咧，即係就睇下特朗普嚟緊咧嗰個政策嘅風險咧有冇影響到佢哋嗰個情況嘅變化。咁整體嚟講嗰個佈局都係咁嘅時候咧，咁我諗都係一個外圍咧就係政治掛帥，即係啲關稅啊嗰啲比較緊要啲啦。咁亦都因為俄烏戰爭咧，就開始又進入2輪嘅嗰個談判，咁就好似有分別，特朗普就同呢個普京，又同澤連斯基通過電話，咁又話咧就可以咧，即係大家同意停火，就唔好襲擊啲煉油設施，咁所以變咗咧就會大家都平靜咗。不過咧呢種格局咧，其實就大家都知隨時都會變嘅，一句説話一個會議，跟住咧就一個聲明咁都會改變嘅時候咧，咁所以個市其實都係比較係波動啲啦，咁唔會突破住，咁所以咧港股其實咧都係短時間之後咧都會面臨一個調整。咁至於調整個幅度有幾深咧？咁有啲人就話好快啫，呢次就好似以前咁咧，就跌一日升翻晒10日。咁如果係咁咧，咁個幅度就可能係千零點咁樣就會停。咁究竟嘅事實係咪咁咧？我哋就拭目以待咯。